是誰偷走我的心，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。啱啱睇完阿學友嘅演唱會翻嚟咧，真係意猶未盡啊！你又想睇咧 ？OK， 馬上帶你重溫回顧下，走。如仍未清楚地說在目前和今後。我真係估唔到啊！學友咧可以堅持唱到60幾啊！好彩有水井坊咧，先能夠俾我喺佛山如夢見到歌神啊！我話時話啦，呢次演唱會現場嘅氣氛咧真係好熱鬧啊！學友咁多年嚟一直堅守住對高品質音樂嘅追求，正如水井坊一直對600幾年嚟嘅酒坊文化同埋高品質美酒嘅堅守同埋傳承，佢哋咧都為大家帶嚟咗一個又一個嘅美好時刻。水井坊咧可能仲有人唔熟悉啊，佢係中國高端濃香白酒，被稱為中國白酒第一方，承載咗600幾年嘅歷史底蘊。水井坊嘅酒咧入口甜柔順滑，好淨爽嘅口感，關鍵仲唔辣口。上頭呢隻水井坊嘅井台咧係佢哋嘅核心大單品嚟嘅，外盒工長紅加埋琉璃金嘅設計，取自故宮嘅同款美學元素，非常之大氣。呢隻咧就係水井坊嘅津釀8號啦，佢挑選咗水井街酒坊8號古窖瓷嘅窖泥釀造而成。佢嘅包裝上面咧主要重現咗明代水井街酒坊嘅繁華景象，非常之精緻。喂，數碼仲可以攞到呢張海報添喎。好靚啊！應該幾 cute， 仲識跳舞喎。喂，唔好講咁多啦，快啲帶我睇演唱會啦！走啊，入場啊！喂，趁住而家仲有時間啊，快啲去市南門店問啦，唔好怪我冇講你聽下，話唔定下一個睇歌神演唱會嘅就係你啦，走！